咁有一日就諗緊，咦，其實我係比一般人係遲咗3年先至大學畢業嘅。有啲人真係可能會因為覺得自己比人慢而焦慮，而唔開心。咁但係其實我回顧翻我多出嗰3年，我做咗啲咩咧？咁我有踢過有試過踢職業足球。嗰個時間正常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係嗰個你多出嘅時間，你嘅風景係啲乜嘢？你見識到啲咩？你睇到啲乜嘢？呢個先至係重要咯。每個人個成長嘅節奏都會係有唔同咯。哪怕嗰啲係彎路，但係你彎路嘅時候，你見嘅風景可能比其他人多。一個戶外嘅演唱會。係啊，咁嗰個因為我其實我自己好中意 outdoor 嘅表演啊，又或者平時自己可能中意去嗰啲 festival 啊，嗰啲都好多都係 outdoor 噶嘛。咁所以其實今次個感覺其實就係大家入嚟一個 party，嚟我一個新嘅伊甸園